好，大家好，咁啊呢一個係燒味王啊，燒味王牛頭角街市隔離啊，25蚊燒味飯雙拼連飲品一包茶咁樣咯。咁啊呢個呢就叉燒燒肉飯，佢真係燒肉嘅，佢唔係嗰啲燒腩嚟嘅。咁就一層肥一層瘦，一層肥一層瘦，呢啲燒肉先係最好食嘅，又唔會話太柴。佢嗰個份量都多啊，2、3、4、5、6、7件到啦。咁佢下面應該仲有啊，係啊，下面仲有啲叉燒咁樣。咁呢邊呢，叉燒都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件叉燒啊，個份量都相當之多，25蚊咁嘅份量。喂，啲肉幾乎係蓋過晒個白飯，係睇唔到個飯咁滯。喺牛頭角街市旁邊燒味王25蚊，連飲品一包，非常之抵。我哋俾個靚 shot 佢。